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香港脫單指南研究所，我係你哋嘅節目主持人牧羊啦。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嘅一個 topic 係點樣咧先可以提升自己吸引力？脫單之前應該要做嘅5件事。好多人咧都係話，好想拍拖啊，好想出鋪啊，但係咧真係揾到適合自己人之前，你究竟準備好未啊？脫單咧，並唔係一個單靠運氣講緣分嘅遊戲，而係一個關於吸引力嘅問題。如果咧你不斷咁遇到啲爛桃花啦，冇人追啦，甚至乎每次曖昧完都係無疾而終，咁可能你需要問自己一個問題，就係你究竟準備好迎接新一段戀情未啊？咁今日牧羊咧就用一個輕鬆啲嘅方法咧，同大家去分享拆解脫單之前你應該做嘅5件事，令自己更加有吸引力。如果大家中意嘅，希望大家可以 like 咗呢個頻道。好，第一件方法咧，我覺得最緊要嘅就係由改變心態開始啊！大家可以由想要被愛啦，變成值得被愛。脫單第一件事咧，唔係揾一個人嚟愛你，而係令你自己變得成為一個值得被愛嘅人。唔好再問自己，點解冇人會鍾意我㗎？應該問你準備好一段好嘅關係未啊？你可以問下自己，你有冇信心可以俾到對方安全感？你有冇獨立生活嘅能力？最緊要，你嘅人生最快樂。當你快樂咧，有自信咧，你自然會吸引到一啲同你一樣咁高質素嘅人。因為愛情咧係雙向嘅，如果你想揾到個好嘅對象咧，你必須成為一個好嘅對象先。第二樣嘢啦，就係要更加了解自己，先識得揾啱嘅人啦。唔知大家有冇發現咧？有啲人拍完一次拖咧，先會學識自己真正需要啲乜嘢嘅。但係點解呢一啲事情必須點解次次都好似係要失戀之後先識嘅咧？而唔可以係提前準備好？例如話，你究竟想要咩類型嘅愛情？你係需要安全感多啲啊，定係自由空間多啲啊？你鍾意熱情類啊，成熟啊，好無微不至啊，好痴身嬌嗲啊，定係提供情緒價值嘅人？當你好了解自己想要咩嘅時候咧，你就唔會再有一個見一個是一個嘅感覺，去到最後好似樣樣都唔係好啱自己。拍拖咧或者戀愛咧，最唔係單身，而係行錯方向，浪費咗自己嘅時間啊！第三樣嘢咧，呢個都好有趣嘅 topic，就係可以好好打理自己外表啦，提升自己第一印象嘅吸引力啊！好多人咧就會話，其實外表唔重要啦，可能係內涵先係最緊要嘅。但係啊，呢樣嘢咧只係啱一半嘅啫，因為外表唔係唯一，但係一個人要決定會唔會再進下一步嘅第一關鍵，係講緊個第一印象。究竟你俾人嘅感覺係咪舒服？你有冇好好打理自己啊？你嘅穿搭會唔會幫你更加突出？
甚至乎我哋講深入少少，你散發到嘅氣場俾人感覺係點樣嘅？好多人認為咧，要天生要好靚仔、好靚女、好好身材先可以吸引到人，但係其實好多人都唔係睇呢樣嘢，有品味或者有質感，其實比天生外貌係更加重要啊！咁所以如果想要提升桃花運嘅你，其實要好好去運用點樣先至可以俾人一個好嘅印象呢？第4點就係，如果大家想步入下一階段嘅，不妨用更加多嘅時間去充實自己、裝備自己，令自己變成一個更加有趣嘅人。唔知大家咧有冇試過約會嗰陣咧，發現同對方完全冇話題，唔知點樣傾偈啊？縱使你覺得對方可能性格係一個幾好嘅人，但係總係好似入唔到去更加深嘅話題，或者你哋傾嘢都係好淺層嘅嘢。如果你都覺得自己冇乜特別嘅興趣，生活都係好忙嘅，咁你點樣 expect 一個人會對你有興趣？咁點樣先可以去提升自己呢？咁我可以建議大家放假時間，不妨可以學養新嘅技能，培養新嘅興趣，或者最簡單係讀書。另外咧，都可以了解多啲唔同嘅社會話題啦，擴闊自己嘅視野啦。甚至乎牧羊都好建議大家可以參加多啲唔同嘅活動，識多啲唔同嘅新嘅朋友。比起一班人出去玩咧，其實我更加建議大家咧，可以一個人去報一啲唔同嘅群體活動，例如話坊間有好多一班人行山啦，一班人去食嘢啦，有啲唔同興趣班啦，飲下咖啡啦，做下運動啦，其實都好嘅。反而如果你一個人去咧，獲得嘅機會或者體驗，我覺得係會更加充實嘅。而當你變成一個有內容、有內涵嘅人，你好自然會吸引到啲同樣相同有興趣啦、優質嘅對象。最後一點我諗到咧，呢樣都好有趣，或者係我聽過好多唔同嘅分享，先總結到呢個答案出嚟嘅，就係單身嘅你，不妨好好享受單身嘅感覺，學識自己一個人都可以好快樂。喺我嘅立場咧，單身並唔係個失敗，而係單身係一個機會，係一個選擇。因為你可以喺呢段時間好好追求自己中意嘅目標，好好去享受自己嘅人生，好好享受自己一個人嘅時間。同樣地，你可以學識點樣去獨立生活，唔需要靠另一個人去填補你內心嘅空虛，因為一個人其實都可以活得好精彩㗎。如果你一日覺得單身都可以好快樂，但係拍拖會更加幸福，更加可以分享到當中嘅愛，咁恭喜你啦！相信去到呢個層次境界，你可能已經有真正嘅吸引力啦。咁咧，今日就講咗幾樣關於脫單之前要做嘅嘢啦。如果去到呢個階段，大家都仲未拍拖，唔緊要，恭喜你！你可以好好運用呢段時間，令自己變成一個更加值得被愛、更加吸引、更加快樂嘅人。
大家簡單做個小總結啦，有5件事可以令到你更加容易吸引到別人嘅。第一樣就係改變你嘅心態啦，由想要獲得被愛變成值得被愛。第二樣嘢咧就係好好了解自己，咁先可以揾到一個真係啱你嘅人。第三就係提升你嘅第一印象，改善你嘅外表啦、形象啦、俾人嘅感覺啦之類。第四樣咧就係好好充實自己，將自己成為一個更加有趣、更加有內涵嘅一個人。最後一個重點，亦都係今日嘅心底話啦，就係好好享受單身。學識單身其實都可以好快樂。愛情固然係一件好幸福嘅一件事，但係絕對唔係人生之中必須要嘅一件事。而當你已經 ready 好嘅時候咧，講個秘密俾你聽啦，愛情會自然會嚟搵你。真㗎？好啦，如果大家都有戀愛煩惱，歡迎大家都去 PM 或者投稿你愛情故事，我會為你一拆解。另外咧，都可以大家 follow 或者訂閱呢個香港脫單指南研究所，咁之後都會有唔同嘅 topic 咧，會同大家分享嘅。唔知大家聽完有啲咩感想咧，都歡迎留言話俾我知。咁我哋今集嘅內容咧就差唔多啦，我哋下集再見。